来，这个立法院今仔日审查由这个国民党提出的反对年金改革的制度，也就是停止着军公告所得替代率一年减少的规定。民进党是讲这造成世代的争议，主张先来开公听会，再来审查。叫公务员下跪道歉，叫公务员你们去死，都你伟大的民进党会出现的事情。 践踏公务员尊严，在削夺公务员退休保障。立法以来是叫，国民党要抢军公告的票，推动反年改。面对劳地强呛声，民进党的立委是举手帮啊应动起，因为前总统马英九特别支持年金的改革。还跟我讲马英九，你们有脸讲？马总统主张年金改革，也没有叫你们割刀入骨啊，砍2000亿不够。 看到什么时候？司法委员会摆审修法，哪点都进入加急动员，双方登记发言，小耍辩论。回头路到底有什么好处？后壁是有够啥物物件，甲多无扣着，还是安怎？要走回头路吼？这讲互大家听，来开一个这个公听会，上少开6场啊，唔免上个马英九创啊100几场，惊死人。军公教年改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他要考虑到。 法律的安定性，法律呢应该是不溯及既往，要考虑到当事人的信赖保护。那也主张停止调降所得的替代率，和军公告退休金未过当年减少。严格另外论点是，那通过修法，将会抵数退休基金提早破产，牺牲现今的公务员。第一个，会不会去残害到下一代？那如何去做开源？那开源的主体就只有2个啊。 现职的公务人员呢、还有政府啊。我们的估算会造成基金用期的年限呢提早4到5年发生。那未来呢，节省的经费的挹注呢将减少2800亿，之间的缺口呢，如果是主要由政府来补贴的话，这一定会引发呢社会上的一些不同的一些争论。抗议年代倒退路。 破坏国家财政。民团搁在徛点立法院的头前抗议，已经执行2年半年改，敢会伫那样人数占优势状况之下推翻制度？这场风暴才打起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